喂，拍谁？哎，怎么是你们？我们又要来办活动了啦！没错，跟你们讲，10月10号、13、14，我们柳丁哥、大雄、全盛荣，我们要再来哪里？东区的大东夜市，又都想不开了。真的。顶一道呢，了无够，这道了爱道啊！我们呢，超跑套圈圈的活动正式再重启呀！送现金，送 iPhone 17，够咱黄金一两啊！这一则影片下方留言，tag 2个朋友追踪关注，还可以再抽什么？抽现金奖，1000到1万。还有再抽 iPhone 17，想拿的通通都有机会啊！听说现场还有加码那个礼券哦。是的，我们呢10月10号、13、14不见不散，等你哦！